近年好多香港朋友上嚟中山定居或者退休，最關心嘅一定係睇醫生嘅問題。其實中山醫保對香港人嚟講真係非常實惠，主要有以下4大好處：一、參保門檻極低，只要你領取咗港戶居民居住證，無論你係喺度打工定係純粹退休生活，都可以同本地人一樣參加基本醫保。特別係對長者嚟講，唔使擔心因為年紀大或者有過往病史而被拒保，保障非常穩定。二、住院報銷比例高，如果大病需要住院，喺中山定點醫院嘅報銷比例最高可以達到80%至90%。原本要幾萬蚊嘅手術費，醫保扣除之後，自己負擔嘅部分可能只係幾千蚊，大大減輕咗退休生活嘅經濟壓力。三、結卡即扣，唔使墊資參保後會有一張社保卡，喺中山睇病直接出示張卡就可以即時結算醫保部分，唔使好似以前咁要自己俾住全數先，再拎大疊單據返香港申請索償，手續簡單直接，非常符合我哋香港人講求效率嘅習慣。四、門診慢性病有補貼，對於需要長期食藥嘅慢性病，例如血壓高、糖尿病，中山醫保都有門診特定病種保障，加埋而家港澳藥械通政策，喺中山都有機會用到香港同步嘅藥物，醫保幫補下，藥費平過香港私家醫院好多。一句話總結，攞咗中山醫保，睇病有得報，住院唔使騰，係香港人喺中山安居樂業嘅最強後盾。